一间便当店发生驾驶爆炸意外，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市政府会派人协助检视建筑物的安全性。受到锋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全台湾有6个县市山区停班停课，高雄市居民有风险撤离，安置1900多人。花莲法兰岸溪因为大雨造成溪水涨悬，一个工地主任雨水冲走去，今仔日透早有成功把人救起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今仔日透早3点外，伫新竹市东区的高翠路一间便当店，竟然发生这驾驶爆炸意外。因为这爆炸威力实在伤大，毋但建筑物受到损害，就连附近的车辆嘛拢变形去。事故是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随落这新竹市府是会派人来协助检视建筑物的结构，也有安全性。透早3点外，大家也搁咧困，就伫这个时阵，雄雄发生大爆炸。拜里新竹市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发生瓦斯爆炸，那便当店内底物件全拢飞出去，建物也受到严重损害，连停伫路边的坐台轿车甲奥多麦拢已经变形。上局接到通报了，赶紧到现场抢救。伫便当店甲隔壁卖芳的店内底，拢总救出4个人。不过芳店的翁仔某咧爆炸了，后壁倒地着，送医了都无救回来。我以为是打雷，咚一下，楼梯窗倾不倒嘛，倾不倒，然后我就起来，我以为说是，大家都以为是打雷啊。我听到一声巨响，我那边的监控那个就我在摇晃，后来出来查看的时候，才发现现场一片狼藉。现场其实爆炸的威力，我们看到真的非常的大哦，尤其整个墙，包括车子啊什么都炸得满地面都是了哦。那目前初步研判哦，应该是瓦斯的一个气爆。因为爆炸规模实在伤过大，住伫附近的人家厝也受到严重损害。根据统计，拢总有8户，大约18个人受到影响。市府把赶紧甲受灾户安排大的所在。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察以及确认目前的一些疏散的状况。那目前的话，社会处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根据初步了解，便当店内底除了有放瓦斯桶，也有天然瓦斯。事故原因，消防局目前也搁咧调查。这届瓦斯爆炸拢总造成2个人往生，2个人受伤。随去新竹市府会派人协助检视厝的结构甲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这几天啊，受到锋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今仔日全台湾是有6个县市，这山区呢，拢总21个所在是停班甲停课。高雄市府对昨下晡开始就大声呼这居民有风险撤离，是来安置1900多人。也那公路局嘛，针对着山区台20、27，也有29线等等4个路段封路管制。梅山林目前下很大，那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离办公处。高雄桃园山区一透早雨就插落，因为气象署预估，这波方面加上西南气流，24点钟内可能会对高雄山区带来350毫米的雨水量。市府唔敢待机，那初八早早就宣布山区拜二停班停课。下晡嘛先针对桃园、木林、南马社的土石流警戒区做预防撤离。到初9早起，已经甲1904位的居民先送到安全的地点安置。你是洗肾的、生病的、没有药的，可以现在下山，避免明天路土石流，没有路可以下山了。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撤离的一个措施。因为有时候在晚上或者是在山区，在撤离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哦，所以我们料敌从宽。那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全数完成撤离。因为行山区落大雨，会出现崩山土石流，公路局嘛对山区的道路做预防性的封路，包括6区的第27线、南马社的第29线，也有第20线的宝来甲勤河拢总4个路段，伫咧初八暗时10点拢已经封路管制。另外6区分局去辖区巡逻时，伫咧明雅谷附近发现有18名游客也搁伫咧攀岩撩客，也赶紧进行劝离，避免发生危险。合计劝离18人，全数游客宣语配合安全撤离。
初到透早，高雄山区市区的雨拢是一阵一阵，雨势真大，不过落无久，因为惊下晡开始雨会变大。市长陈其迈嘛提醒，目前较大的方面也未正经入来到高雄，包括山区海边拢先歹去，民众要注意天气变化，做好防灾准备。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好，来看这波黄山河方面呢，也妨碍着东流线的交通船。今仔日早起是敢若连营的交通船有开一帮来回尔，若无坐着安尼就爱等到拜四啊。也若这早当中呢，正是当咧挂，台南的农民顶礼拜就已经先挂来看守，就是为着要减少天灾造成的损失。蔡西洪搬落车，佮搬去交通船，因为无坐到这帮船，就要等到11。受到黄山河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的东流线民间经营的船，初到早全部停止航行。敢若联合经营的交通船，初到透早7点外，往回分别有一帮船。有台北游客甲居民透早负责唯一一帮到小琉球的船。本身就住在岛上，台湾也没有其他的住宿的地方。因为毕竟什么都定了，然后也没办法退，然后感觉至少能过去，先以能过去为主。海上歹，互交通船开甲无啥济，天气无稳定，加上停止航行，地师出去佚佗的计划爱冻点，真侪游客封闭的提前结束行程，回去本岛。本来是打算10号的下午回来，然后就现在就是今天早上7点就起来就出来了。全台湾一直变大雨，屏东发布大雨甲大水雨特报，台南也发布大雨特报。即马当时早当场啊，咧收成的高峰期，有真侪农民伫顶礼拜四啊，就赶紧抢收。不过也因为安尼，地区农会佮民间的米厂大塞车。昨天下午一直要请大板车、货车来载货到中部、北部，可是我怎么叫都叫不到货车来帮我载货。吃太饱，干燥不够快啊，你就会变成大家都在排队啊。然后全台湾这次一起动工的话，你就会有板车拖不动的问题啊。货车搁伫米厂外口透明排队等待交车啊。根据了解，因为今年冬季欠雨加上润季效应，地区全台稻仔伫差不多的时间爱收成，互各地大扫场，农民满载。不过为着避免大雨地区稻仔倒去烂去，农民也艰难会当继续抢收，希望甲因辛苦的成果收掉咧。记者综合报道。好，为着这波黄山河方面，也有西南气流，气象署是提醒这全台湾拢爱特别注意青光雨。即马已经发布大水雨特报，过到了后呢，是有一波一波的对流会安尼过来。西部地区呢，这天气拢无介稳定，所以天气民众一定爱注意防灾。今天到明天清晨是一个降雨高峰。我们今天在西半部、东北部还有花东的山区都要留意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的降雨，尤其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接近到局部的豪雨以上。而至于呢，在周三中南部、花东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豪雨，我们这2天都要多加留意短延时强降雨所造成的影响。周四这一天锋面南移，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大雨的几率，不过其他各地的降雨有一些比较减缓的趋势。后续呢，我们要留意下一波的热流锋面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好，气象署是表示讲，有连续2波黄山雨的方面会影响台湾，这礼拜呢，拢爱注意这大水雨的情形。落雨的时，有可能佫会单雷公，而且也细呐，佫有这个风也真透。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早起有去气象署来关心这气象的资讯，也请各防灾单位拢爱谨慎来看待。又搁发生这食毒塞车的案件，这是拜一暗的时阵，伫彰化湾林的光明街，有民众呢是看到一台白色的轿车真奇怪，一个讲要报警查尔，这驾驶呢就随油门甲打落去弄头前的奥多摆，而且搁北去来弄后壁的车辆，了后人就安尼走去。警方伫今仔日透早已经抓到人，这毒品快态是阳性的反应，即马专案是照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画面中一台白色轿车先弄到头前的奥多摆，搁北去弄到后边的车，准备要驶走，行为看起来真奇怪。有热心的民众就惊发生危险，向前走动，停伫边仔一台货车的驾驶嘛，赶紧落车斗相共。这呢危险的代志就发生伫拜一暗时，彰化湾林的光明街，有民众发现一台白色轿车的驾驶青顶唔行，向前关心，结果这位驾驶看起来失神，怀疑伊哪像有食毒。然后民众准备要报警的时阵，轿车驾驶竟然无顾民众阻挡，吹油门直接驶走。
我看到那台车那个驾驶精神恍惚，然后又打到车撞到后面的车，然后我心想我是不是遇到毒驾了，就直接赶快下车试图把他拉下来。影片中我有拦截，就拦截他，结果拦截到开他车门，要顺利拉他下来的时候没有拉住，结果被他硬踩油门右转，又被他逃脱了。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肇事的驾驶已经逃走。后来警察透过车牌掌握车主的身份，拜二透早伫婚林斗六抓到这位71年厝姓刘的嫌犯。警方锁定肇事驾驶身份，于今日9点25分，在云林县斗六市查获该肇事刘姓驾驶到案。经唾液快筛呈依托咪子毒品阳性反应，搜索查扣试用过的烟弹壳。警方表示，这位姓刘的嫌犯经过快筛有依托咪子的缉毒反应，专案依照涉嫌公共危险罪、缉毒洗车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目前这检警呢已经展开半个外月掠毒的专案，即卖有掠到188个学生，也有青少年拢咧做摇头。同时嘛，伫海关呢查到100多公斤的这个毒品的原料，假做是清洁剂，想要入来到台湾，这个数量其实一定会当来做100万粒的双喜分弹，不法所得会有25亿。真侪卡塑胶桶仔内底底白粉，假如送到台湾，就互警方抓落来，经过检测，证实是毒品的原料。做到吗？四卡袋仔真大卡，有100公斤重，万不伊流入去市面，因会使赚超过25亿的压榨钱。检警提前接到情报，查出卖毒的集团无名化学公司，假做是清洁剂化学原料，想要偷渡来台湾。查缉负责收货之潘姓共犯，并向上溯源查缉郑姓主嫌到案。若本次毒品流入市面，预估可制成100万颗依托米子丧尸烟弹。毒品伫台湾黑白摊出食毒驾驶的乱象，致使严重的死伤，互真侪无辜的民众失去性命。尤其依托米子常常互摕去做混油，用电子粉来食。恐吓也伫校园内流通，因为跨单位展开专案查毒，半个月就掠到188位学生甲青少年来卖毒。我们能面临以下的关注重点以及挑战。在境外走私、大麻黑素以及媒体这一个隐匿交易讯息、未成年的陈少共犯、青少年电子烟、毒品泛滥的议题，严重强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成为校园安全的一大隐患。来看历来的数据，警方查到青少年涉嫌毒品的犯罪，2023年是501人，前年是603人，去年已经超过1000人。也互高检署警示，要关注成年人甲青少年共犯的问题，要赶紧预防毒品的伤害，继续伫校园内底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先来关心这菲律宾明达纳尔岛昨早起呢是来发生规模7.8的大地震。根据官方的数据，目前是有37个人死亡，134个人受伤，另外也阁有12个人是失踪去的。民航处是表示讲，其实大多数这罹难者呢，因的死因拢是因为这建筑物崩起，也是讲崩山造成的。这死伤的人数应该会阁再继续增加。目前这联合国是表示讲，当咧了解这灾情，随时拢准备来投入救灾甲中介。伫晋阳附近松托斯将军市一间连锁的素食店，规个拢总害了了，边仔已经搭布棚，对天顶看了会使看到规个厝顶拢总落落。若其他所在厝嘛拢损断甲真严重。菲律宾南部闽南南澳岛西北发生规模7.8的大地震，松托斯将军市灾情真惨重，真侪学校、商场也个徛家拢损断一个真正咱嘛失电。若当地民众讲，虽然菲律宾定定咧地震，也毋过西目睭毋捌看过遮正力的。Tumulo yung luha ko the first time ko kasi yung nangyari na medyo malakas talaga kaya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地震过了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记录到的地震尾超过180摆。当地政府呼吁民众爱离开受损的建筑物，若初八暗时，真侪民众拢爱困伫咧大路边。Naisipan namin mag-tent dito sa Opal dahil sa mahirap po doon sa boarding house, then mainit, then delikado po doon. 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kasi meron doon.
因为一寡所在阁停电，所以松托斯将军市的救援人员敢会使伫咧暗扫扫的天，继续用重机区来清这厝下角角，继续甲受困的民众甲吹出来。另外一个重灾区沙兰嘉年省的山区，地动过了后崩山，真侪徛家拢去土石甲墙去待伫咧下底，造成重大的伤亡。菲律宾的政府就动用消防，也个地方灾害应变单位，甲军队组成搜救队，赶紧落去敲吹。若是菲律宾教育部表示，初步统计有6200多栋的校舍受到损伤，受到影响的学生差不多320万位，真侪学校即嘛爱停课做安全检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另外来看，法国一个11岁查某囡仔，互同学的老爸甲性侵佮害死。这警方虽然讲有接到通报，不过拢讲这证据无够，所以拢无甲调查。这场案件全引起社会风波，即马是有几千人行上街仔头来抗议。司法部是回应讲，针对着这全国7万件类似的案件，拢爱彻底来甲调查。法国11岁查某囡仔莉安娜，互同学的老爸性侵误害，尸体互人等伫咧郊区的米仓，引起法国的民怨。车被大批民众去到巴黎街仔头，用拍扑的方式消脱因心中对司法制度的不满，也有对逝世安全的烦恼。Le monde y tourne un peu à l'envers, quoi. Donc voilà, on est là pour soutenir la famille de la petite Liana. Moi, ma fille, elle a le même âge, donc ça fait hyper mal au cœur. 示威的群众当中，有人甲标记举悬悬，讲司法甲国家拢是共犯，批评法国的司法体系完全失灵去。遇害的11岁查某囡仔莉安娜，5月29失踪去，遗体6月初4伫咧弗勒朗斯一搭废弃的米仓，互人发现。嫌犯是莉安娜同学41岁的老爸，莫有4届针对未成年的性侵的投诉，也毋过警方拢以证据无够做理由，无对伊进行调查，落尾致使这场悲剧发生。Qui sont violées chaque année. Il y a plus de 100 000 femmes qui sont victimes majeures, qui sont victimes de viol. Il y a une femme qui est tuée tous les 3 jours. Donc en fait, on ne supporte plus l'idée que d'autres choses passent avant. En fait, il n'y a rien qui devrait passer avant le fait de régler ce problème. 这个案件已经让法国总统马克宏注意到，马克宏坦白讲，这是司法体制严重错误，完全无通去接受，民怨愈来愈严重。法国司法部初步宣布，伫今年法国国庆日7月14之前，必须爱对全国7万件类似的案件完成审查。Y a-t-il d'autres affaires Liada en France? C'est la question qu'on peut légitimement tous se poser et que je demande aux procureurs généraux, aux procureurs de se poser. 法国司法部长达马南承诺相关失职的人员会进行处分，15天内必须爱完成调查报告。根据统计，伫法国未成年人占性暴力受害者的58%，法国平均每10万个人才分到3个检察官，也显示司法卡手无够的问题。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今年世界杯卡球赛呢是伫咧美国、加拿大，也有墨西哥来举办。也毋过正煞传出这伊朗的代表队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必须得爱把这训练的基地设伫咧墨西哥，甚至就连部分的教练团甲行政人员呢是袂当入境美国的。即届这个世界杯呢，毋但是考验选手的实力，也同时考验着主办国的协调能力。伊朗国家卡球队伫咧因在地时间初7到墨西哥蒂华都展开2026年世界杯备战。不过目前有真侪重要的教练团，也有行政成员无摕到美国的签证，包括领队、执行总监等人。سلام خدمت شما. اول از هر چیز خیلی خوشحال هستیم که بالاخره تیم اومد و از این بابت خب خیلی خوشحالیم. خدا رو شکر شرایط تیممون هم خیلی خوبه و خب因为签证甲入境限制问题，伊朗队甲训练基地改去墨西哥。结果目前安排，伊朗3场小组赛拢伫咧美国进行。不过球队必须伫咧比赛迄天飞去美国，比赛了后才搁倒转去墨西哥。伊朗官方就批评美国无依照规定核发部分的签证，已经影响球队的比赛。伊朗外交部阁讲，这可能是历史当中上互人政治化的世界杯之一。红分伫咧居住的伊朗、甲纽西兰、埃及、比利时共组。头一个比赛是伫6月15伫洛杉矶和纽西兰相战，这是伊朗第6摆进入世界杯决赛。不过到今也无突破小组赛，场外风波敢会影响到战力，嘛互人真关心。另外一方面，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初八伫咧墨西哥市举行授旗典礼，甲国旗交予国家队，以鼓励球员以国家的荣誉为重，而且毋望球队会当阁重现1986年主办世界杯落入去8强的好成绩。墨西哥队嘛伫咧6月11和南非相战，为着要互抢无也是无够钱买决赛门票的市民会当斗阵参与。美国纽约市长
嘛宣布要伫咧纽约中央公园大草坪举办免费看比赛 party， 会当前5万的球迷，其中2成名额要保留予非营利组织，也是纽约市的志工。这摆世界杯另外一个重要的考验，就是公共卫生。预计会超过650万的球迷为100外个国家来北美看比赛。乔治城大学健康安全作战中心已经成立团队，利用废水监测、电子病历，还有社群媒体资料，追踪潜在疫情的发展。专家嘛特别关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最近出票病例有增加，还有可能对旅客传入来天狗热、甲屈公病、等等蚊仔造成的疾病。公视新闻陈秋梅编译。目前在国际上中东的这个局势呢，是来冲击着国际油价。交通部为着要来维护市场，这公路客运甲国内航空等等呢，半冬来是袂起价。另外，这计程车的补助是搁再加9000块，一只车啊上济呢是当领到15000块的补助。驾驶团体呢是肯定这项因应措施，不过嘛强调讲合理来调整这运价，才是搁较重要的代志。中东的局势继续冲击国际油价，交通部推动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包括公路客运，也有国内船只甲国内航空车的大众运输的票价，冻起对3个月延长到6个月。另外，亲像计程车，也就是海亚，这油价的补助对每一只上悬6000块，提悬到15000块。计程车油价补助要从6000加码到15000，怎么看？是最好啊，当然有影响啊，这样那最好啊。因为有一寡海亚运将着怨叹即卖油伤过贵，影响到因的收入，肯定政府愿意提悬补贴。若海亚油价补贴方案是维持每一日会使补助5块，申请的期限就到8月30日。若补助的额度是会使一直使用到今年底。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对于所有的公共运具的部分都有做这个协助跟补贴的这个动作，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年底指望完毕，其实如果按照这样子换算的话，一天一个司机必须开有200公里。这个运价调整是因应这个时事跟现在物价波动的调整，那不应该绑架在这个补助上面。这个驾驶团体虽然肯定提悬补助，不过嘛烦恼，政府敢若甲海亚斗3天，有可能会造成其他亲像游览车、货运车，还是其他租车等等行业的倒单。强调合理调整运价是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份联合国上新的报告，讲这等到2030年时，全世界这 AI 资料中心呢是会用到9.3兆粒的水资源，这未来敢会影响到咱的民生用水咧？有学者是表示讲，目前呢这全台湾产业用水都是用这都市用水回收过来利用的。因为水利署也讲，目前这再生水厂也有海水净化等等的设备，拢有通应付产业需求。With 45 degrees C. No water chillers are necessary for data centers. We're basically cooling this supercomputer with hot water. 近日，美国消费电子展，迄时阵负责执行长黄仁勋发表新世代 Vera Rubin 平台，展示其规格直接液冷技术，互效率更较好，同时宣告传统气冷年会。未来 AI 做了中心要解决产业问题，都要提高用水量。AI 的伺服器。它所需要的一些，就是说生产的资源，上从晶圆代工开始，到中游的像 PCB 板等等，这一些其实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台湾面临挑战，根据联合国大学水环境甲健康研究所上新报告，敢若2015年全球资料中心总共耗水量高达4.5兆公升，到2030年资料中心用电量会翻倍，用水量会达到9.3兆公升，恐怕超过全球人口的饮水需求。未来 AI 中心愈去愈多，真大部型运算时阵都有数百万条处理器同时运作，为了让晶片维持适当温度，都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另外，背后的几条半导体产业链带来真大用水需求也受重视。高雄市的用水量，民生用水大概是150到180万吨一天。其实台积电在南部只拿5万吨啊，所以你想5万吨跟180万吨，其实那个层级其实是差蛮多的。国际上比较干旱的地方，但它水资源相对比较紧凑的，再加上它没有这样大量的都市用水的循环用水，当然就比较不可能。
学者认为，因为目前政策产业用水优先用再生水，主要是都市用水回收再利用，加上回归水循环使用机制，甲地表水、水库水有分别，应避免抢水状况。水利署也强调 ，AI 治疗中心爱审查水计划通过才能设立。目前也导致再生水厂、海水淡化厂建设，对其未来国内产业用水有够现象。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看，这全台湾食爱困药仔的人呢，已经愈来愈多啊。健保署的统计讲，这一冬有190万人拢咧食这爱困药仔，这当中65岁以上是占4成，也因为长期使用这款药仔是有可能增加跋倒、骨头志气，也是讲认知功能下降等等的风险。所以健保署是宣布讲，会来强化65岁以上用药仔的管理，若准无够合理，安尼健保就袂给付。台湾已经行入超高龄的社会，真侪时代可能因为身体时钟的改变，伤早困、伤早起来，也是慢性病、痛等等的疾病，正到无眠。暗时拢爱食爱困药仔，才有才调困。不过医师警告，若是长时间靠爱困药仔，可能会加添跋倒、骨质、认知功能下降等等的风险。起床之后，药物的效果还积存在这个体内，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头重脚轻，这个药物不止在安眠，它会有怎么样放松肌肉的效果，所以它在站起来的时候那一瞬间，肌肉没办法支撑好，就容易怎么样跌倒。根据健保署申报资料统计，2021到2025年期间，单年拢有190万人使用爱困药仔，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占4成。要来针对3类高风险对象加强管理，包括60岁以上的时代，常时使用3种以上长效还是低效的爱困药仔，佮有一冬来食药仔食超过半冬的人，会针对开药仔医师进行专业审查，看用药敢有合理，若无就袂佮给付。看了这个案子，然后确定哪地方比较不合理的时候，才会去进行核删。第一季的话，不当用药遭到核删的人数的话，目前的话大概是不到100人。医师提醒，要解决被困这个问题，应该先找出原因，找专业的医疗资源，嘛会当甲医师讨论，敢是要调整相关的药物。那健保署是强调，唔是要当医师开爱困药仔，是要透过个案管理甲专业的评估，协助病人有正确的困眠观念，降低对药物的依赖，提升整体用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龄换驾照的制度是5月底开始实施，即马70岁以上的人呢，都要定期来换驾照。为着要来方便这个时代，南投的监理站呢是来推出一站式的服务，或者时代人现场做体检，佮上课了后呢，就来换驾照，会当做一抓就甲完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修法新制。自5月底开始，原底75岁才爱定期换驾照的规定，修改到70岁就开始下用。有时大人收到换照的通知单，专工来换照。另外，为着体贴时大人，唔免远道走总，南投监理站嘛办几啊场到各乡镇的一站式的服务，或是大人咧体检做煞了后，直接听课啊来就会当换驾照。上课顺便体检就换驾照。机车跟汽车，我听到很高兴，很方便，一站就不用到要跑医院检查，要跑什么？我觉得这样是很便民。做视力、听力的检查，然后再加上身体健康，确定没有重大疾病，那这个是70岁之后呢，驾照能够继续使用的一个关键。监理站的工作人员嘛，无用咧处理批示，这拢是爱通知70岁以上的驾驶人来换驾照的通知单。南投监理站嘛配合政策来寄通知单，嘛提醒时代，若是驾照过期，佮咧开车，上悬会当罚3600块，佮扣驾照。监理站嘛呼吁时代，收到通知单就爱紧配合换驾照。新的制度，70岁的长辈就爱来换照。咱长辈唔免紧张，只要收到咱监理站的通知，1-2年来来换照就好啊。若超过这2年，会罚1800到3600。换照的用意唔是爱颠倒考试，只是来体检甲上课就会使换照，所以咱长辈唔免烦恼，唔免紧张。南投监理站表示，这几年交通规则佮车路设计有真侪变化，时代来上课会当了解上新的交通安全知识，避免违规。监理站嘛呼吁有符合资格的高龄驾驶人，会当就近服务据点来办理换照。记者杨秀南投报道。
刑事警察局接到通报，讲这全台湾有真侪间金仔店呢，无摕到授权，就咧卖一寡仿的金仔。去年去搜索18间，即当场是有查到仿的金仔，拢总725件。虽然讲这个金仔拢是真的，也毋过侵害到商标权，这起单呢是有4300万。目前专案是照违反到商标法定罪移送侦办。银楼的图啊，满满拢是金条甲金仔，全部拢是名声探国际 logo， 啊毋过这物件拢是假。刑事局地在大队专案小组经过几若个月搜证，伫咧去年1月到4月期间，满过秋田去全台湾18间的银楼敲吹，查到假金仔拢总725件，而且阁有75扭动，侵权的市值有要4300万。在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而贩售 LV 等商标贵金属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为仿冒商品，共计查获银楼业者22人。刑事局最早就发现，包括宜兰、台中、彰化、高雄等等16间的银楼有涉案，应该无特定的人进货，除了伫咧实体店面摆出来互人看，嘛用网络电商来买卖，而且佮广告讲比专柜俗2成左右的价销来承人。当帮客的部分都是不特定的人在对银楼进行销售，那目前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个有没有特定的当帮客的部分啦。刑事局就表示，这金仔虽讲是真的金仔，嘛有纯金的保证书，毋过无品牌的认证书。专案以违反商标法移送侦办。智慧财产的专家就表示，这假物件会当流通，是因为真侪银楼的业者普遍拢有错误的认知，认为讲只要是真的金仔，品牌都无算是假。那因为金饰业者，他大多数是透过非正式管道去进货，那管控的机制在实务上本来就相对薄弱。那也因为这些有品牌的金饰，会让业者他可能获利的空间更大。专家就表示，银楼的业者只要使用真出名品牌造型，就算讲无盗用 logo， 嘛是侵害商标权。业者伫咧进货时阵，就一定要设置查证商品的来源，还有合法授权的文件。民众咧买时阵，嘛要伫咧合法的所在买，才会当确保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东南亚的外送企业 Grab 今年3月时呢是宣布要甲台湾的Foodpanda这个业务拢甲买落来。今仔日是伫咧台北来开记者会，这高层也来提出3大在地承诺，想要全力来争取信任。也毋过外送工会呢是来发表声明，因表示讲反对任何形式的假的并购案，所以呼吁主管机关都要严格审查。青色的车伫咧大路安尼拍走，早就是东南亚逐工拢看会到的。跨国外送的大公司 Grab 大动作伫台北召开记者会，展现想要入来台湾的决心。高层看起来嘛，真正是有准备哦。我们的3大在地承诺 ，Sorry, take me a long time to practice this. These are what they can expect when we launch in the market. The goal of a commitment is for our partners to feel protected and supported.So that they can earn, live sustainably, work safely. 强调会遵守台湾的规矩，提升服务品质。毋过伫咧5月底 ，Grab 才起立位质疑，因兜的 App 竟然有出现伫台湾服务的版面，定位是咧偷走。这个并购案嘛，互真侪外送员抑个有店家是非常的不安。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就发声明，要求公平会爱用上严格的态度来审查。我认为说，现在在台湾的状况有没有可能是当初 Uber 想要买下 Foodpanda， 但买不到，所以目前借由 Grab 去绕开台湾的监管，那重新去购买 Foodpanda 去进行操作的动作。另外，外界烦恼 Grab 会甲中国华为的地图来合作，会有治安的风险，甚至造成咱国安的问题。Grab 强调已经委托台湾独立的治安顾问，确保伫台湾的营运全部符合台湾的规定，也有主管机关的要求。我们依照我们审查的规范，那当然一个结案可能有涉及到各方面问题。那我们主轴还是在竞争的部分，市场竞争的部分，造成市场竞争受到减损的这一部分，我们做审查。这并购案是还未完成，细节还阁要继续讨论。若说落来，Foodpanda的外送员的权益，Grab回应伫咧转换期会互大家顺利来对接，尽量减少对外送员收入的影响。敢袂使真正化解外送员的几率，就要阁继续观察。若对着基层来讲，上界重要的嘛是饭碗敢芳的灾啦。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的八达岸溪昨是因为落大雨造成溪水涨悬，一个做工程的姓丁的工地主任的是互大水甲冲走去。今仔日透早，搜救人员是看到伊伫八达岸溪的这个水尾咧喊救人，所以随用空翕机甲锁定地点，落尾是伫透早4:39成功甲人救起来。加油，小郑！老板。再一点，小郑！经过一暝搜救，消防局接到民众报案，伫咧马太岸溪水尾瓦近阿杜木部落附近，有听到技术喊救人的声。搜救人员随赶紧去现场，出动空翕机，还有热显相机进行敲吹。他可能有看到无人机，他可能觉得被发现了，其实他也有做一些动作，他有给我们回应。那其实大家就还蛮觉得。患者还活着。确认民众卡掉的位了后，救援人员随展开地面接近作业。不过，河床内底拢是烂土，必须爱利用船艇、索啊，还有人力接送的方式救援。最后，伫咧找到透早4:39，才甲人带离开危险的区域。刚开始我们就是请那个怪手司机看能不能下去，结果发现呢，全部都是泥泞，大概下去就大概半台怪手会沉下去，所以他们几乎是用手脚并爬，就爬到那边去之后。确定他有意识。细地工地主任去用救起来了后，身体真虚弱，救援人员赶紧把伊送去花莲主治病院。仔细检查他脑部其实因为有受到撞击，有一点点的脑出血。我们也会诊了神经外科医师，那会住院观察这样子。翻头来看这件代志。马太岸溪车白因为受到风面影响，负责拖刷机械拢伫咧撤离。不一个下晡点外，溪水汹汹涨起来，互60岁细地工地主任互大水冲去，全失踪。消防局派真侪人来搜救，最后伫咧离伊车出代志的所在，水尾8.7公里找到伊，才完成16点钟的搜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云林县的是这蛤蟆的大产地，也毋过进前呢是因为连续几日天落雨，这温奶的水质互这雨水冲甲正去，蛤蟆会当讲是死真侪。这回又搁落大雨，所以一寡养殖户呢是烦恼会亲像顶回共款，即届就来密切巡逻监测水质。也若一寡种这菜叶仔的，嘛是因为这大雨地势采收困难，所以农民只通挽偌济算偌济。大水雨落2-3天，云林大细养殖户赶紧去蛤蟆窟巡，因为大雨过了后，规个水去用冲甲正去，就要赶紧对大排引海水入来，才袂互这个蛤蟆死去。袂少养殖户嘛烦恼，雨若一直落，这个蛤蟆恐惊就要翘去。落就惊落，出就惊多落来落啊，本来拢要2度了啊，这2-3天雨尔，就惊多落来啊。落多，你若落多就够，落多到时都无蛤蟆好哩啊。大细养殖户表示，这几年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因上界烦恼的就是雨落超过1礼拜，因为附近的海水嘛对咧变正，这水质拢会受到影响，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若雨落几啊天，连咧种菜的人要收成，拢艰苦坐寡。落雨落已经规个土拢冻干啊，所以讲倒去啊，佫有安地网嘛是共款佫倒啊，倒的时阵因为伊南风透嘛，怎种雨佫土壤佫淡，落雨一直落，怎移倒去。移倒的人变成歹采收，内底佫拢有水。注意田区的排水，如果有积水不退的话，有可能对我们农作有些损害。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因应这波的梅仔雨，就呼吁农民爱做好园区也有养殖的管理。即马土豆就开始要慢啊，农业处嘛甲业者做伙协调看守的机器，也有用大机电风来吹，避免黄霜雨对种土豆的人造成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台南沙白鱼数量无够，线卖价少呢，一片鱼肚就要卖到120块。有一寡点心蛋呢，因为无鱼仔通卖，所以只通好生火困5天。鱼货是讲，除了这鱼电共生以外，进前嘛因为欠水，所以这沙白鱼才会起价。这阵啊已经开始落雨啊，所以按算这7月供应的状况，就会豆豆啊恢复。落雨天来食一碗烧复活的鱼肚汤，台南人上爱食这味。不过，安南区真有名的点心蛋、林家肉色饭，历前煞因为买无沙白鱼，就安尼归去休困5天。消息一出来，有侪民众认为这是台南的国安危机。店家找到总算恢复营业，嘛有人排队等要买，会当看出沙白鱼伫台南人心中的地位。事实上，鱼贩啊无奈讲，整体的供货量减3成。听因讲是鱼仔起价，佮加上鱼仔少，所以因无法度抬嘛。因为鱼仔少，自然就变价少较悬。因若无爱起到，咱才会价少的，因干那就是让休一阵仔无抬。
所以我变成我无鱼仔会当卖。再继续涨的话，我们也只好要调整一下，因为真的是撑不住啊。到底为什么会欠鱼啊？台南市区渔会指出，除了季节性的欠货以外，养殖环境改变嘛是关键。这几冬受到渔电强性的影响，鱼温放养的密度减真济。维稳组改去饲蓝牛台啊，去年风台造成灾损复原慢，佮加上今年高达欠水，鱼灾大不起来。因为这打击产地绩效对去年达台斤50块，起价75至78块。源头货源短缺，然后再加上那个七股那边大面积的种植光电，所以很多养殖的数量变成减少很多。台湾鲷你放养比较多，虱目鱼就变成有的池子就放的比较少，所以今年就是造成虱目鱼就会比较短缺，又加上今年雨水比较短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会造成空窗期。这个鱼仔危机是养殖结构调整、极端气候和养殖面积缩减才安尼生。有业者讲，这阵前300鱼岛一片卖到100几块已经真正常，那伙食较好的甚至爱90块以上。渔会讲近来落雨，加上过冬和开春的300鱼，通豆豆变大只。按算7月供应量通回稳，市场绩效得当平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屏东九如乡的这高屏溪埔岸边的农作物拢受到山猪的破坏，乡公所顶礼拜有领到山猪条，开始予农民来申请。想袂到这2日啊，这落大雨呢，就有2只山猪去予这烂土糜的网啊，甲搞着。也毋过其实在地人也是真希望讲，会当有搁较侪拍力的人做伙来加入斗掠山猪。相片内底一只山猪徛伫田边，虽然较去互网仔咬咧，因为山猪佫会叮当，惊有攻击性，农民毋敢挖近。另一只嘛是较去互残忍的阿公嫂仔咬着，拍伫土林滚架。屏东这2日连续的大雨，地处残忍拢烂土糜，结果想袂到山猪走去要残忍，想要找食的，踏着农民的设备，意外掠着2只山猪。被铁丝线勾到，然后刚好有那个工人经过，他就抓回去了。下雨天哦，他们还会再来。觅食啊！这内底有水，这行就落落啊。它重量有的话，伊就会落落去内底，爬袂起来。爬袂起来，你有看底下，底咧较滚的迄个所在。乡长接到通报，随到现场协助农民处理山猪，因为九如乡高屏溪埔岸边的农地作物已经受到山猪破坏几啊年，问题愈来愈严重。乡公所通报县府，先提供农民申请山猪条，阁会有4位老人加入斗掠。但是因为山猪数量未少，农民拢希望县府会使阁投入更较侪资源，互因的猪仔桥啊顺利收成。因讲他们发现，农民发现讲差不多有3堆啦。有3堆的，迄个带队，然后一堆拢是30只，因为已经拢一直繁殖下来了啦。另外，受到地流方面影响，屏东关山区也开始做预防性撤离。阮州乡8一案撤离70位居民，61人接受安置，9人移亲。8二山区北乡镇是停班停课，避免山区民众发生危险。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语文康榜来关心这嘉义市一间国小的英语老师呢，伊是用台语相同的发音来辅助英语教学，毋过煞互家长甲反映。这代志要未讲清楚咧，这个老师呢又搁互家长甲检举霸凌。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可能就是这个老师呢，因为用母语才互人家找麻烦。也若校方是表示讲，这鱼还鱼，虾还虾，2件代志都要分开来处理。嘉义市一间国小英语老师用台语相同的发音来辅助英语的教学。学校的教务主任接到家长的询问了后，原本是希望老师提出说明，让学校会当向家长来回复，却引起老师的反弹，认为学校打用母语来教学。我想要了解，所以我有请教老师，讲你上英语课时用啥方式来教，我无讲莫讲台语这件代志。我是了解了，甲要回复家长。代志也未解说清楚，同一位老师阁去互家长向市政府教育处检举有霸凌学生的代志。教育转型正义联盟的调职人就伫面册来发文，质疑老师是因为用母语辅助教学才去互针对，这敢是校园白色恐怖。不过学校是表示尊重老师的专业，2件代志并无关联。第一就是家长无了解老师安怎用台语来做教学，第二点就是讲。咱和老师沟通当中，可能互老师误解学校的想法，
咱学校要用啥物语言去教吼，咱拢诚自由，所以无一款讲上课一定要用12种语言来教。学校指出，霸凌的事件一直有协助家长甲老师好好沟通，但是最后家长也是向教育处来投诉，所以才会配合定时召开校园事件处理会议。家己是教育处嘛回应，会了解家长投诉的内容，配合学校审议的结果，才法定定时来办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市顶个月是来发生这笔涉刀拖的员工意外身亡的案件。今仔日伫立法院是有开公听会来检讨这法规的不足。现场有专家甲学者是指出讲，因为这中央呢是欠一个明确的主管机关甲统一的法源。地方政府虽然讲有这安全指引，毋过煞欠一个强制力，所以是呼吁这中央呢，就要赶紧来确定主管机关做出这个专属甲统一的安全规范甲指引。5月初10，台北市有密室逃脱的员工扮演掉头过的时阵，因为锁啊锁暗棍出意外不幸过身，这款真正是5路安全问题嘛引起社会关注。拜二伫立法院有开公听会，为企业公共安全甲人民安全三个方向检讨法规。有业者讲，虽然进程拢有对政府的规定去做公共安全的申报、消防安全检查等等，不过政府伫5月初10事故了后有定性做检查，说讲业者无适用，嘛希望未来法规会当再定清楚。就是之前政府的规定去做相关的，就是公安申报或者消防的检查这样。然后可是这一次试用之后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就是法令的部分会造成说，就是我们同业就是他们在试用上。就是有前后不一致。台北市政府伫事故以后有发布安全指引，禁止业者在作业的时5个人，爱有人监看。不过民团讲指引无强制力，就要中央制定标准才会当落实。有学者讲，目前中央对真正涉5路产业无统一安全规范，嘛无明确管理的主管机关，地方政府就算要加强管理，嘛因为欠缺法源，嘛袂当落实稽查甲开发。还要考虑的是它的建筑规模、它设置的楼层位置等等，从我们的场域的大小，那跟我们所结合的一些建筑的类型，跟其他整栋建筑物使用的一些单位它的一个用途这边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这样子可能可以给业者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就针对一些环境里面工作条件，它有一些相关的明文规定，但是在适用上可能有困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必须要定一些特殊的指引，或是说。相关的一个法规的排除条款学者表示，密室逃脱是下领域的新产业，包含5路、科技等等。目前制度无提供对应的职业安全保障，建议中央政府就要建立统一标准，明确定出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通好参考，才有办法落实稽查甲执法。记者郭正勇、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南韩正强的男子团体 BTS 这成员的拢退伍啊，即马应该开始来办演唱会。根据统计，甲这4档前比起来 ，BTS 即届伫美洲开演唱会呢，平均一场这收入是平英国搁较加6成外。有一寡台湾的歌迷呢，为着要抢这演唱会的门票，搁专工走去拜拜，希望会当买有成。南韩天团 BTS 的阿里郎世界巡回演唱会，8站4月底展开，目前已经完成美国坦佩、苏丹佛、拉斯维加斯，还有墨西哥城等5个城市的巡演，计共15场演出。因为门票伫预卖甲正式卖就随卖了，各地民众反应真热烈，强烈要求加场次。伫市场需求的带动之下，主办单位也决定加2场的演出，来满足民众的需求。按上这届世界巡回8站31场的演出，票房有1145亿的含票，大约是新台票23.6亿。伫墨西哥城举行的演唱会，才短短几分钟，13.5万张门票就全部卖了。美国 Billboard 分析指出 ，BTS 这届北美巡演的每一场平均的营收比4年前成长大约64%，表现犹原真好。Y estoy muy emocionado porque pues ya estamos a nada, esperamos desde enero, febrero, y ya estamos muy emocionados porque ya vamos a entrar. BTS 亚洲巡回演唱会继续进行，为了顺利抢票，争取甲爱豆见面的机会，有真侪台湾的民众提前做好准备，查 BTS 的相片、演唱会座位的图，各有相关应援的物件，亲像紫色的四手啊，甲 BT21的红啊，去龙山寺拜月老来祈求好运。真的 BTS 的演唱会门票太难抢了，所以大家都说就是拜月老会最灵验。希望月老可以帮我把它牵起来。
台湾 K-pop 迷众流行拜月老的这个现象，对几年前伫社群媒体开始施行，因像是月老会用红线牵各种形式的好缘分，也若迷众想要爱的缘分，是咧讲演唱会门票。公司新闻新路陪朋友。也若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地流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较到落底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搁有东部、东南部山区会落阵雨，还是雷公雨，而且会落大雨，也是局部大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